再慢一点点哦，可能要再慢一点，就是。40 OK 吗？80 OK 吗？那就 OK。好。
颂主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欣赞颂上主，来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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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颂主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欣赞颂上主。不是万民欢欣赞颂上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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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赞颂上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是万民欢喜，赞颂上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光荣归于上主，光荣，哈利路亚！上主天永受光荣，善人在地享平安。光荣归于上主，光荣，哈利路亚！上主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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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永受光荣，善人在地享平安。民众在期待，大家心内想讲，约翰检菜是基督的时，约翰对大家讲：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得要来，我连家己头下大都袂堪得，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。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麦埕的麦簸清去，麦仔受日仓库，麦芒就用麦花的火甲因烧掉。民众拢领受洗礼了后，耶稣嘛来领受洗礼。伊咧祈祷的时，天开，圣神降落伫伊顶面，形状亲像粉鸟。佮对天有声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那时百姓都在期待，
为此，人人心中推想，或许若翰就是默西亚。若翰便向众人说道：“我固然以水洗你们，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，就是解他的鞋带，我也不配。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。木阶已放在他手中，他要扬进自己的禾场，将麦粒收在仓内。至于糠秕，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。”众百姓受洗后，耶稣也受了洗。当他祈祷时，天开了，圣神借一个形象，如同鸽子降在他上边，并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因你而喜悦。”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，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普世万民起来，在主内欢乐。一起来欢乐地侍奉主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乐地侍奉。
位基督徒合一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耶稣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将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团队交托仰望在主手中，帮助他们越服侍越有力，越喜乐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台湾疫苗施打疫情控制代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身体欠安的肢体，特别是癌症在接受治疗的弟兄姐妹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即将开始的大学学测特别是参加学测的这些青年们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丧失亲人的家属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基督徒渴慕、喜爱、祈祷、亲近主来祷告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
请为在职场遭受霸凌的人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长期罹患失眠、为失眠所苦的人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台湾社会的和平、和好、合一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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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困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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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，你在天上，你在天上，愿你的名，愿你
的，所需要的，日用食日粮，用食求粮，你宽恕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，宽恕别人，不让我们陷于诱惑，陷于诱惑，但求我们免于凶恶，天下万国，不是权威，一切荣耀，永归于你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们，也让我们有使命在这世上，是为了见证你的恩典，是为了实践你的公义，是要好怜悯，要爱人如己，与上帝同行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能够有更宽阔的心胸，能够包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族群，也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能够有勇气去行公义。对于世上邪恶帝国的主宰，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，在他们的面前，我们要摆上我们自己，来行公义，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愿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完成你所交付的使命。愿新天新地的国度早日临到。我们这样祷告恳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你眼中黑夜绝非黑暗，黑夜有如白昼的光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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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你眼中黑夜绝非黑暗，黑夜有如白
中黑夜绝非黑暗，黑夜犹如白昼的光明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你若有上帝，无感愧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
赐给你。你们心生不要慌乱，我将赐你们平安。平安，平安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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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赐给你。你们心生不要慌乱，我将赐你们平安。